有想讲一个唱歌的歌星伫内面吗？歌星迄嘛个唔单唱你爱戏，还有你唱歌的歌星。譬如讲，你看到吉娜就比较就讲到声，啊唔係，講會唱。呀，要多集聲音呢？兩集，三屆集，來啦，多集唔知。鬧熱搭你台，鬧熱強下來。呀，禮拜迄呢，T3禮拜啊呢，報 V 整巴賽。T3禮拜嗎？唔係 TC 禮拜嗎？TC 禮拜啊？TC 咧，TC 咧。哎呦，我今天，哎，我真的過日子過到哈，真的耶。對啊，還是我老人痴呆症。我覺得也有可能。冇啦，TC 禮拜咧。我再怎麼老也不會比葉嘉修老師。哎，你不要朝高標比啊！哎，是，好啦，安尼介紹一下。嘿。哦，安尼送3禮拜嘅連續3禮拜啊 ，V 面長，嘿，老人傳統主義，嘿，對，嘿，沒強用嘅，哎，連續3禮拜嘅 V 面長來送拳，哎呦，大家好，哎呦，你看佢今年還會炒那個片，對，啊，不知道還有7個禮拜，我感覺他一直很想坐在那裡，哎，好的，馬上要進行今日比賽，冇錯，比賽之前嘅介紹完啲評審先生，好，7家 V 先生，葉家修先生。羅格利先生，啟士 V 先生，好啦，先生介紹咗啦哈，馬上就嚟進行俺今日比賽咯。哎呦，今日 TV 嘅參賽就係新嘅朋友啊，新朋友哈，哎，來自苗栗南中陳怡婷帶來嚴俊來啦。好嚟，睇看啦。水流天界高飛，太開去擁有愛嘅母親，唔盼地阿妹訴上心碎，天火龍相愛去到哪邊？終於在深海底度秋水，家家探阿妹心跳跳擺，講緊伊唔再飛。炎轉來了，青春來了，炎都轉來，長長的大海，要散散浮走，深深唔是風湧穿雲台。嘿喲，炎轉來了，青春來了，炎都轉來，長長的大海，拍發答案順。妒忌嘅蒼老味，紅燈街東西千年都繁華。妒忌嘅無聲，妒忌嘅星光圖，紅燈阿妹街。煩惱老悲哀，炎轉來了，青春來了，炎都轉來，長長嘅大海，要散散浮走。深深是風湧穿雲台，嘿喲，炎轉來了，青春來
一天以后，新朋友啊，新朋友哦，嘿嘿嘿，紧张哈。有有，大家的理由都是狼一的狼。对，老我师眼就坐在新老师，老师走到前面懂电影讲哦。哎，唔會啦，唔會啦時常看起來就懂得一下，懂得一下，全部就經常看懂得一下。人年輕哦，全部讓比戰啊。對，我分唔差咧，分數已經交出去了。哦，哎呀，係啦。我同安尼所有觀眾朋友講一下，亞美朋友啊，見咩客家人哦？唔係客家人哦，哦，也演出名，演出名，跟客家話一樣啊，學得厲害。其實因為我嘅條路嘅關係，故時我時常會同工作嘅朋友啊，還有同事啊，就講客家話。當時我做亞嘅條路嘅時候呢，我感覺到，我係做就是行政人員，應該唔是講，應該一定要講，就係客家天台。客家天，客家天台，然後後來就因為大家就講，你來這邊工作你不講客家話，怎麼可以？怎麼可以？對啊，都是會好一些。後來就真經聽大家講，然後就偷偷聽這樣子，偷偷學。哦，看有沒有在罵我？嘿，要給董聰有嘅。好叫張奎是三藏嘢，三藏嘢都會談，三藏嘢會談會講。哇，天才哎！哦，你的語言天分很厲害呢。哦，3個月。嘿，就三藏嘢以後，我就感覺到我可以試着講一點點，然後就可以是框框就老騙人老。我英文學了50年了，還學不會。這可能跟腦結構有關係。真的哈，三藏嘢都會講客啊，厲害哦！哇，客家話冇好好哦，冇緊張。對呀。後生也很講很學，是真的係啊，冇簡單，非常感動啊！好，按你衝出嚟嚟唐先生的講評。請這位先生。雨天你好，你好，歡迎來到呢隻舞台哈。當然第一擺唱歌嘅，呢隻舞台一定會見到。我到呢下喺正經期度嘅唱歌嘅，我係呢強樣會見到。見到係嘅刺眼嘅，不過唔聽上講，殺下來呢隻舞台我。一直去啲俩，我用辦克服人家緊張，哈。當然啦，啲俩做同學嘅示範，人講年客一家親呐，做到同學，原住民跟客家一家親嘛，我覺得做很棒。而且你學客家話學按腳哦，咩做同學嘅示範，其實你講個動作，係啊，真係講個動作哈。好，跟我本人嘅建議所以講，不用強鬆，人家上線以後，好，衝兩首歌曲，咩以後我懂事喊你說。朝這個方向走，我覺得很好。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第二位唱歌哈，唔單唱係自家安尼唱，那個彈，乜個意思？彈自家唱，咩彈小腔樂隊樣板演奏。我所講，因為可能緊張，可能第一擺比賽，我唔知乜個關係，後面的拍子是不太穩的。好，這個拍子的部分要注意一下。其他我沒有什麼問題，希望你今天有很好的成績。加油！好的，我睇下佢嘅成績咯。陳怡婷嘅分數。哇，這分數沒有很好了。有些對啊，我已經滿足了。真的嗎？哎呀，做得了，做得。年輕人現在那麼容易滿足，要求不多哈。對啊，等下下一張了。原住民就是這麼容易的。樂天，對啊，樂天吶，哎呀，哦，什麼？衝出來了。那就希望等一下後面唱的分數比你還低，就有機會。好啦哈，謝謝你來參加，安子姐，好，先回座休息，好嘛？好，回座休息啊。好嘞，來撒下來呢。撒下來，還以為係翻揚街帶來劉勝賢。哦，你彈過啦。一瞬間劃過一條線，明亮嘅光芒就是風。你對愛係真心，無色無息心意。
爱你心中流沙。你若无意将你来背后，莫问爱茫茫地。无论黑天无论大海浪水天，我能期盼你爱你心中流沙。太多声音真係盤哦，嗬，嘿，金盆，有有盆，紅愛啊，你上下哪碰會啊？啊，跟紅愛嘛個歌誒，哎呦，你好个善变的脸，那个国语哎，大變的臉啊，善變的臉，人家明明說善但變，善變的臉，我那時候聲音在耳邊留戀着你的諾言，在眼前模糊的你，卻離我越來越遠。也許昨夜的見面，魂萦夢牽，帶進了你的走遠。對不起啊，哎呦，跳救我唱的，你是看到你還是想到哎兩個啊？哎，以後可以幕後代唱了，對啊，真的呢，沒想到我這首歌那時候也沒什麼紅啊，幾個人還他們也真正的都知道粉。絲張偉對聰，對來體白比賽就是唱兩條啊，那樣對啊，哦，真的嘿，是嗎？是嗎？啊，是嗎？是嗎？哎呀，那學動多，但是加一條流星雨哦，流星我覺得星你唱的比那個陳批還好。劉星星，陳皮已經啊，他走了哎已經離開了我們他被幹掉了。哎，對對對，哎嘿，有一參加傳統組位啦，對對，準備因為他嘴唇沒有練好，對，唇功不佳你比較鬆啊，係啊，比較咁嘛當緊張嘅，你有沒有當緊張？係啊，親本聽啊，看媽媽出來，真的唱得很好。佢腳出來係啊啊，按多水咧，腳出來，哎呀冇，會唱歌也冇分乜個哆西唔哆西，嘿，真的，哎呀，真的，哦，你這樣葉老師按哆西沒按會唱，本來就係唱嘅，剛好就看到了。很經典的，我來搶嘉修老師公平一下來，唱呀！然後給主持人講，佢唔曉得講好了，你講出好哦了。是冇是真，是冇是冇，哦，咱其中一唱歌吼，情入迷時哦，喊咗一點哦，頭先時峰講嘅，給門天弄清楚，嘿，這個聲音要壓到喉嚨這個地方，在耳邊哦，你看還有啊，喊咗一點，就你唱到尾音的時候。你抖木魚咯，你就壓到，然後把聲音壓到扁扁的，到嘴巴這個地方，就流線，那個心就不出來了，就磨貼的，哦，真大爽。不過你睇過吼，就一點好處，就是它的尾音並不長，對佢來講，佢從頭拖全倉，啊，只有最後那個音拖得很長，唔是拖按倉啦，對，你也神啦，從。你要佢唱噶，成嗰個咬字，而那個咬出來，我前大上一唱，一其實講是唱到前後的，因為上面前後哈，聲音也不錯，這個共鳴的位置太淺呢，稍微再往後收一點，好，然後就會比較飽滿，就比較像羅哥了，我的是比較前面的。他是比較後面，你胡說八道是嗎？你比較後面，是嗎？你比較後面啦，然後他是用喉嚨去擠，哦，所以唱的都按個聲音沙嘅上，請打中，他會比較嗡啦，哈，對，沒有共鳴嘛，他的聲音就沒有共鳴，就是用硬擠的，你要點尬就很有點嘛，所以你的重點就是第一個發音要盡量把它包起來，飽滿一點，很提點，尾音不要拖長，你也順。上火講啊，拖結衝下那個口型要怎麼變，咁樣做對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一加就做好咧，好。是冇，好，對，哎，這個看一下個分數啦，看一下，好，來看一下，來看一下范永傑嘅分數。好。
色就占很大的部分。哦，是吗？对，表示那个音色好，你知道吗？學講嘢啦，哎呀啊剪啊哦，咁啊當翕相啊，哦正經慢慢哦慢是嗎咁啊，啲反 bass 陽創當腔啊，貝斯當贝斯。你講嗰 bass 嘛學呢啊，哦係啊係啊了解哎呦，那這樣子下一次你就來創夾歌了哈。哦，做對啦，反陽啊！我跳老慢咯，我咪前兩夾夾。哦，拜託呀，拜託呀！冇人講我嚟創意下，創意下。冇人講，是冇是冇。好，安子車，安子車，多謝多謝，好，這一邊讓走。好，來撒下來呢。撒來，嘿，整一整帶來，捱嘅羅浮好總。，我來彈個啦。擦擦的姑娘啊，因为家的做学术研究嘛，哦它不像一般的游览哦，走馬看花。哦，你看到會比較細膩。你查到全部中國嘛，一般呢，嗯你看，哎，家跟唔係呢哦，他都會講一些很多的知識啊，讓我們真的哦真的受益哎。呦，前後衰嘛，冇啦，開玩笑啦。用走的面走，用無奈何。你有想過你自家唱歌的個性在哪邊嗎？個性係乜嘅？唔單止你的外形，還有你唱歌的個性。譬如講，你看到吉娜，就比較佢當我聲，啊唔係，當我唱。叶真记哈，哦，呀，跳歌没懂有气势哦，哈，哎呀哎呀，哎，奇怪哈，为什么你会想要用这种美声的方式去诠释歌曲？嘿，很学院派，就觉得哎呦，他后堂，你安能从以后堂哦，这个哎，你如果真的是去听歌剧哈，哎，虽然听不懂，那都会很我情感感动。通呢，讲正经呢。我有一个朋友很本土的一个人，连英文都不会讲。他有一次就是陪一个朋友去英国，那英国是散心，他就想啊，那朋友要去看那个歌剧啊，他就陪他去这样。那朋友看到最后，
哭了个什么？感通了感哦，动，被那个现被那个场感染音乐性感染的。对啊他唔是咩唔怕，对啊有个感情出来，对，就有两种感觉。你用完了，你用吃到有一些那个也都很多呀。哦，很多，很多哎呀，哎呦，很多，有很多，啊，其他顺风你阿 V，我哋阿 V 人哦，正点有些了。来唱出来，来唐先生的功来底。唱歌李先生。好，一陣即係我先唱歌唔嘅問題，像上一新日嘅聲音完全正常，完全冇問題吼。啊，一禮拜當到懶聲呢，家堂都唔講，係因為感冒，亦係講人耳痛人，坐那个伊朗，哦，除了那边伊朗还有，所以其實我哋全部懂人啦，但是因為我哋唔是中做國人，得少呀。所以有一個種重要嘅事情就要提醒，就是講我曉得在比賽之前保護自己嘅聲音。嘿，像今日做嘢衫，我咩脾氣嘢衫啦。如果一前面全部空，看冇保護到自己嘅效能條。我嚟講啦嚇，就講我做一大上就講，因為其他嘅因素造成今日表現失常嚇。幾首歌唱下來，當到地方懶上，所以因為效能條有談，亦係講效能條強悍。所造成嘅問題嗬，不然人嘅聲音不應該係按樣嘅，應該係當樣上、當腰嘅上，啊，因為受到人風雨嘅關係，所以係咪思考一下，在唱歌比賽時要曉得保護自己，冇係話因為好，平常都冇練習得按辛苦咩，一上嚟因為現場條件嘅環境條件嘅關係，影響到自己，佢真係當大傷嗬。今日我希望。當然係希望你做得留下來啦，因為你今日嘅事物係一時造成的啊，唔係講你真正的，這不是你真正的實力所在。但是其他評審用嘅看法就看人願意咯。好，我希望加油哈，謝謝。這歡迎下盧桂林先生加分數。好，好嘞，看一下整一整個分數。好。從醫生呢本即係清代，醫生一點。基本清代款嘅，盧桂林先生我記得。應該記得，就是他。就會記啊！好啦，好，唔怕，歇佢下，做下小暖先。真係聲音加撞到嗓都癟的咧。誒，有一些咧，一難控制。對啊，難控制啊，正年輕人。加油，回去再好好的把喉嚨保養好，好嘛？喊一把做下小暖嚟，張偉比。好嘛哈，喊一把調那保定的，從保定。好，沒做的啦，唔會人就好。嘿，好，按姿勢啊，現在別當吵，謝謝。哎呦，那個剛剛那個陳雨婷有幾筆留下來了，有幾筆咯。哎呦，哦，先恭喜你哈。好嚟，沙下來呢？沙來，楊桂蘭帶來《蒙查龍》。好嚟，彈個啦。擦呀擦。
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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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梦啊梦啊梦，熱情來衝啊衝啊衝太陽哦，溫柔嘅世界啦，衝啊衝夜光，美妙嘅歌聲映通浪啊，都市嘅阿婆愛慕愛用。一心只愛山上嘅茶龍喲。太要黑子嘅歸蘭真係好。哎呀，真係哈，對啊，佢啊真係也已經退休嘅嘛，退休嘅，所以我佢要參加嘅呢陶研師嘅呢中山中山班啦，嚇，要接去遊覽啦，哦，係啊，所以啊中山班要都同乜當到退休嘅高中啦，先生啦，哦，為冇？因為我爭去咧，哦，我爭去冇爭結叫，哦對，我爭去參加冇結叫。哦，跟一年出去旅行要去多擺啊？我忙死去我唔他忙是一個一拍嘅旅行嘅時間。拍的旅行。前一陣咪有老嘅，像係有咩告狀呀、告狀呀，嘛好搞先生講嗰些有個機會哦，因為我按部頭我要搞個社區媽媽跳舞，免費嘛吼，每個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點到8點，啊，對方有退休嘅先生好多嘅哦，國中老師退休高級啊，就跳舞啊，因為也不拄好期啊，就會。就是學術研究有教授，然後退休的校長、老師，剛好有一個名額，跟學生都話講，哎呀嘛，好，哇，跟他們出去真勁講，全部共用嘅旅行，非常，因為佢哋做學術研究嘛，跟現在看到嘅其實人都看到冇乜嘅，啲書嘅都冇乜，有許多人嚟見講，後來我覺得，原來他們做學術研究，他不像這一般的遊覽，走馬看花，你看到比較細膩啲。啲茶單全部中國嘛，一般呢旅行，家嘅唔係呢，他都會講一些很多的知識，讓我們真的受益。有錢好衰嘛？冇啦，開玩笑啦，獲益良多，真嘅有樣。你以前都是聽老師這樣講的，一些都睡覺，對不對？認真的，高材生，高材生，去講過。哦，所以你希望以後開始多多加到去旅行，把多多的。係哦，係有名咯，我來講，係有名，有存跟你名咯。讓人報名，我請吶，對，挺難得呢，對呀，很難得會有聖的名額，對，就像導遊咁樣啊，有的導遊就是就是帶你出去啊，這個景點啊，你們這個幾點回來的？但有的導遊就很認真啊，他就會去啊，這個地方怎樣歷史，整個的環境，整個樣的不了解，啊，對，歡迎啊，有人好安用，真好講。好，安尼衝突嚟就唐先生的公平。像施飛先生，居然之前，你可以先跟我向我講哈，其實講翻上應該就吃到現安尼小跳嘅歌，應該就吃到當時他就安尼講，你去甲現歌嘅，去甲有去甲想法，其實係當好嘅事情。就係講，藝術歌嘅表現方式，人就本佢嘅建議吼，其實暗地係咪聽伊記了嘅？有啲詩啊，唔係樣，種茶心暖暖萬山講嘅，但係了個啲一絲絲咧，如了個較緊張嘅，所以後背部分嘅語用法就會較冇按順，可能要注意嘅部分。聽嘢咧就係講，你上線啊，應該參加到第幾擺、第3擺。第4擺，個問題下來哈，所以講人家上線的問題圖啊，就上週禮拜有講過嘛哈，就我們的聲線的穩定性，規矩的時間啦，可能還是要維持在一個平衡上面，莫比跳來跳去，可能要注意下嘅。另外呢就係有一啲動衝嘅地方就係衝啊，夢，其他嘅地方其實唔可以做細細的有安尼。
渐渐大声的感觉。我会建议是这样啦，我建议按来做，因为按来这样有感觉到，有一种像一本太假糖度的用的张错，哈，唔要讲给他嗓音会平嘅，按你表现方式看冇按你没有那种趣味，好，可能要注意。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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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梦啊梦啊梦。其实每次都很羡慕，这个以前都懂后。如果可以，国家吃演的喂，每次都唔会冲到国家不用送的话，你就会冲到懂后。好，先生，姿势有一点好，先过先都先都好，好了，唔好聽啊，看下分數出嚟，看下楊桂蘭嘅分數。哎呦！做得冇問題，就是一點五，繼續比下伊啊，繼續變下伊。按姿勢多謝啊，桂蘭姐，會做休息，聽下。好來三下來了。哦，連續3禮拜嘅 V 面咋？哎呦，傻逼哦！來送權帶來，請。好，來彈我啦。走在面前，风涌无奈何，为咩挑事，为咩多按吹过，你无嘛该目标，无嘛该理想，为咩挑事，为咩多按吹过。想我嘅經來經驗，我聽到佢嘅腳步，我唔期待，也唔感傷。你知道，生活有個好夢，情到我愛老嘛認同。有衝動，來跳擺嘅唔做，用伴奏。走在面前，汹涌无奈何。你自己没挑事，为咩多按吹歌？上過嘅經來經驗，我聽到佢嘅腳步，我唔期待，也唔感受。你知道。生活有較好夢，情唔到，愛愛老嘛認同，有衝動，愛跳擺嘅唔錯，用伴奏。來送權，哎呦啊，你，真有感情哈。好來，麥克風進來哈，好來。一條歌唔知係創作嘅啦哈。對。哦，係創作，哎，對。冇錯。乜嘅前言之下就創作一條歌嘅。
亚条歌诶，其实迄下来伊啥朋友啦，你哦，还有朋友的故事是吧？伊就好度叫啊，好度叫，哎，跟唔係切假嗎？没有朋友啦，當然朋友啊，哦，係咯，係個故事嚟，就係朋友好度叫啊，大概就度都冇錢啊，哦然後就會撈朋友加錢，然後就會傷害我們的感情嘛，就下一條歌會送本記啊。錢錢，嘿，親切，做嘛個尾都按吹歌，做嘛個去度叫安尼。哦，對，當日咧親切，係啊，這個安尼。我情人親朋友又親唔到，睇錢啊冇想會加錢本記。對，個真的啊，度叫度都冇朋友啊。加錢的時間跟你的人心嘛，就看得到。對，就講到呀，故說就有感而發，下一條歌啊，那朋友咩客家人啊，故說就用客家話來創作一條歌。我本記聽嘅時就創啦。又嘟嘟對人嘅人嘅團名又變落去啊。哎呀，吹歌係啊，睇我團嘅名。其安尼哈，你看這個創作真的每一年都有那個客家音樂的比賽，你要去比啊。這叫會比哦，對啊，會比啊，對嘛？做得哦，比一比，然後去跟文化部還有客委會又拿一點錢，對不對？然後你就可以出唱片，對，出唱片，然後又報金曲獎，哇，很讚哦，想太遠了，想太遠了，沒，每個某一天哦，可能就暗湧就出現一個客家之星就出來，又一個客家，有，好，哪位上梁大標，哪位繼續下各位，繼續坐下去啊，他有見係繼續坐下去，他說看有歌模啊，係啊，請問評審先生啊，嘉賓先生。哦，可能你坐到頭前，係清楚可以看到你線上啲討論，你啲討論嗬。人家講雙權其實比到 TC 館嘅嗬，一定要有啲壓力嚟創嘛，唔知解有冇？有嗬。我咩同學問講，你睇唔創西蘇歌曲嘅，有想講自家創歌嘅歌星啲那邊冇？我記得我上個禮拜同講，你自帶光，你就是一個懂識有台言嘅人。如果有台言冇用啊，你本大家看到人歌星係乜嘅？唔單止係你外形，還有你創歌嘅歌星。譬如講，你看到吉娜。就比較給我聲啊，沒，趕快抄，根本搞錯了。羅哥，我們就會想到什麼？你知道嗎？什麼？很多啊，譬如說他唱歌很渾厚，譬如說思，譬如說他有新的身份，他是 YouTuber，對，你都想到按到，聽我講，我看我當支持我歌迷嚟講，雙權本來嘛解，好，你所以我用講嘅聽一點。你啊，種嘅歌曲吼，啲比賽嚟講比較吃虧一點點。我唔定寫嚟做歌曲，我聽唔講嘅故事，我哋哦，原來你啊歌係按用去。故說講你寫歌嘅時間，一聽一講，我寫嘅東西，本人聽嘅實以外，有乜解用嘅自己感情咯，意見做得唱出來。你按你曲風，你頭前踢現嘅，你啊變下扎個鬆掉嘅，冇你聽起有壓力。聽一點就係我之前攏講過，係講自己嘅歌曲。可以彈得很好，然後不會影響到你唱歌，我覺得很棒。黑講你越愛鼓到彈，越鼓到唱，我還不如覺得讓小康老師、小康樂隊編一個很好的版本，我覺得讓這首歌加更高的分數。好，講來吃到今日表現算起來中規中矩，我覺得可以。只是說有一些小的東西，你自己要好好想一下，好嗎？特別係你自己唱過的歌星的那位，這是我要求的。好，加油！按自己的歌詞的部分，你就問怡萍就好了。其實客家話很好。客家咩共創作。對，你會不會拿着吉他，然後會沒有拿吉他冇安全感的嘛？會冇？咁樣樣。你記得有上擺有唱嘅羅文樂歌曲嘅時候就冇拿吉他。哦，都冇拿吉他。感覺就怪怪冇。怪怪嚇，冇安全感用。青島嘅創作人都係用嘅，對，都係巴定嘅幾次間樂器。你做巴定莫彈啊？做對啦，就線不要差，莫差天就好咧。請小康老師幫你這樣。對，這樣又不會出錯，多好。好咧，看本書啊！但看本書之前啊，請聊下青歌款嘅。目前青歌款咧，你嘅范永業。好，嚟到舞台當中。用下嚟看本書啊！哦，嚟兩禮拜本書唔知嚇。做青歌咧。青歌嚇。唔拄好咧，願意啦，是的，對。嚟看一下。好，嚟看一下賴雙權嘅本書。目前
過冇嗰種緊張嘅感覺。唔會嘅，嚇，唔會啊，唔會啊，唔會緊張嘅啦。唔會啦，唔過講。當然有用吧？有攞紙抽唔抽嗎？喐咗啊，開啦花。今日有一道雜聲音呢？兩隻聲音呢？兩解，唔係三解汁，三解汁，呢個係倒雜都唔知啊！年到一晒嘅樣，係啊，即刻都唔知。倒一陣都唔會講啊！咩啊？係啊，爆料。睇下拉松拳嘅款式。我認錯咧！哇！哦！哇！我認錯咧，到底係樣誒？我請先生來講一下嘛嚇，請郭李先生哦，郭李先生。嚟，雙拳其實我哋每次都懂大爽哈，懂愛心肝啦哈。人嘅創作要留嘅氣氛，唱歌嘅氣氛，嗰種感覺、嗰種感情，我哋要接觸到咧。哦，其實一個吉他，然後一隻清唱，也係千難表現的部分，包括在錄音室裡面共用。一簡單嘅編曲，一簡單嘅伴奏，乜嘅從輕鬆嘅歌聲，哦，一個時候歌聲還要帶點人嘅音樂，帶點人嘅伴奏來發揮嘅。但是你今日做了相反嘅事情，人嘅吉他聲音當清楚當好，但是人嘅聲音唔唱唔似個歌嘅。本來就知道講卡點嘅，冇按順暢，嘛甚至會懷疑講，耶穌歌係咪是不是不久以前剛寫的？甚至你對佢熟悉度冇按啦，佢也係唔似個寫嘅歌嘅，做乜嘅冇辦法攞佢真實嘅表達出來，本人接觸到嗰種感動，氣氛有，但是感動冇，另外意思冇？氣氛係讓我做上嘅，氣氛係影響老麥克風讓人吉他做上嘅，但是你的歌聲沒有說服我們，也係幾咩欠大眾嘅地方，所以各位平常討論之後，知道本退下去，好好的沉澱一下，思考自己怎麼樣再回來，買的期待你都賺了哦，再站回來這個寶座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加油！安子姐，安子姐，哦，你今天的雙拳就一面實拍了哈，重新變為挑戰者，啊，獎金也折半，好，拍謝哈，拍謝，哎呦，唔會，按做了恭喜，安尼個翻用嘅泰國，手上避免在波比，恭喜！春風組第12禮拜咧，啊，波比爭霸戰，係咪幫人錯咧？係咪幫啊？哎呀，很厲害啊！那 V 面罩，哦，介紹我哋 V 面罩咧，係啊，啊，係啊，大下就好啦，嚇，恭喜恭喜嚇，希望我哋繼續連續下去嚇。誒，用最好啦，真好真好，咩嘅希望啊？希望安尼個準客家天師團呢製作單位準備好個3萬膠啊！你本唔出意咩做唔對？對嘛，咩要本出意啊？對嘛？冇錯。好，來，安尼我比賽之前就介紹安尼金牌評審團啦，哈。來，林贊義先生、李秋霞先生、蔡啟奎先生、羅燕先生。來，先生介紹睇了，好，今日來一位新的挑戰朋友啊。錯，來自你嘅桃園平鎮，仲業曲帶來3個字。好嘞，歡迎啊！
业局记吼，你好，哎，头摆是来过100啊，哎呀，有来比高6年前，哎哦，安尼上到真的应该冇一提出啊，对印象冇印象冇一层，汤上音冇印象吗？冇乜印象呢。什么情况呢？南庄的細妹，南莊的細妹講歌單，哎呀，真的哈。哦，啊，上班用 BB 啊，用毛筆啊？用金裝啊，就哦，一下就變國體嚟啊！哦，從400就收起來。哎，上到400啊？差不多可以先高嚟啊。係啊，哦，400算不差呀。跟日本用要上我再過來編咯。我本來冇上來啦，嗰個新粉姐講來啦，你嚟去開線哦，攞佢掉腦嘢咩好啊？新粉姐，掉年書啊嚟，就高管嚟啦，就來比賽哦，上按叫冇來哦，啊來聊聊下嚟。哎呀，你聊聊啊！平常時沒有看人哋節目嘛，對嗎？有哦，啲老師個評審老師講嘅樣，我都聽得懂清楚。張迪講哦。嗰樣會唱，特別拉到講自己唱得當好，哎呦，前生講啊，原來呢當到缺點啊改。哦，唔會啦，一家糖熱很從一孫啊，嘿，一孫哦，要用你的嘗試，嘗試，感冒呀？可能是有一。不知道喉嚨不知道怎樣子啦，哦，也係緊張，做安普還一困欣賞。哎呦，哎呀，特別唱歌嗰陣時讀到乜嘅問題，哎呀，我就會感冒嚟啦，人語太難嘅，我咩係正經嘅啦，好啦，阿你唱得嚟，向先生嚟講片啦，好嘛，好建議，好嚟，請讚一先生，好啦，你強妹妹，你講。妹啊！記得你係阿妹啊！阿妹對啦，哎呀，睇我叫黑錢車，南莊細妹，每個係見狀係，因為而家嗬，我看佢唱噶，其實佢基本嘅客家嘅成個類嘅種腔調嗬，有唔係冇啊？問題啊嘛，可能怕人氣唱錯嘅關係，而家聲音嗬都係俾高音加逼嘅，我逼加嗬嘅鬼數嘅地方，做乜有一條亞聲嘅嗰種感覺啊！人個聲音啊，我要你話撚亞聲歌好呵，因為人個唱認真按叫冇唱歌好呵，人基礎有，但是呢，你唱到會變到發啲聲音有嘛哈，要到會爆到地步，唔講拉出去嘅嗰種嘅，因為客家嘅聲音啊，就浪調，新歌一天起以浪調為準，啊。然後呢，一樣反而起來吸收做韻腳嘅，人哋當重要嚇。咁邊呢？因為聲音嘅關係嚇，可能要溝到會煩啦嚇。我加油啊嚇！好，謝望先生。唔啲我可以嚇，看下仲一條嘅分數。做對啦，一分數很做對。誒，應該留下來冇乜問題啦。應該係。係啊，嗬。嘅 V 面就請人講。V 面應該還冇，係還變呀，係啊。好，恭喜嚇，安子謝嚇，現在別當吵，哈哈。好，誒嚟沙下來係香港妹帶來平白。嚟，彈緊啦。家。
感恩节以后，哎呦，今日送1號了，係咪？哦，關係咧，有舞台啊，今日睇到冇嗰種緊張嘅感覺。嚇，唔會啊，唔會啊，唔會緊張㗎啦，唔會啦，唔過加。我加用吧，有狗子臭唔臭嗎？冇臭，唔過好像有點卡卡的。卡卡了，泡嘅有一些咧，他嘅很 lay back。還好，他們做，係啊，還好。人家聽講，人家退休嘅比頭擺上班時間還冇閒。當無閒咯，我做個時間都唔拉，做嘛都寫好做。唱歌啊，慢嚟撩啊，係啊，好歡山㗎，係咪好？跳歌跟係好多年前，10多年前，要去學緊係胡琴嘛，胡琴嘛，結果跟係。我每個是中聲員，中國嘅聲員會行咧，你來呢一片，其實咱綁介片啊，佢遐熟悉咧，係啊，結果你啊，吵鬧都吵嘅，係啊，你啊聲你啊佢，睇咧，係啊，突然讀書嘅啊，嗰時用跟係。變出嚟蒙假咁好，冇所圖啊，無聊啦，似個唱歌，似個愛戲，係啊，假咁好啦，要潛進來啊，係啊，復習啊，忙要咩忙潛進，那個10多年嚟冇按鏡啦，慢慢地來啦。關於有機會嘅話，嚟展現一下，表演一下，嚟電一下啦，做得咯，希望啦。係啊，要學到一定要電一下，冇電我做得咯。係啊，是香港黑暗多年嚟嚇，表態的嚇有點可惜，沒聽大眾，對啊，反正活到老學到老，係啊，反正你啊，迄講調劑生活，多下時間啊，就愛閒啊，梗係調劑一下，係啊，好夠，好，按你唱得嚟唐先生嚟公平咧，好，唱秋啊，先生，啊，那一今日呢歌詞哦，你叫呈現到安尼細細時節嗰種嘅呈現，哦，那個刮火味咯，10天嘅時節，所該就是嘛。開咧嘛，做點心去咯。唔對要個按嘅想法嘛，有嘛哈，輕快樂。所以以前咧係啦，應該冇見過啦。所以以前咧哈，生活較苦，唔過輕快樂。所以咧歌詞咯，呈現咧就感覺清好。唔過見不見講冇見裝偏見嘅啦嚇。係那要多說話啦嚇。加咗個泡子多說話，係冇講清穩，一點點嘅啦嚇。只那。風要彈出嚟，嗌到咩彈得出嚟？一點也冇講掉錢都唔過，係你要多說話啦，嗬。係都會感覺啊。係第二咩事啫？嚇，個熱言嚇，樣啲無望呢嘅後言，多說話就出嚟喎，都要記啊，多少實力嚇。所以鬼書嘅講嚟嚇，表現得清楚嚇，都當自然嚇。嗱，佢啲人哋唱歌嘅時節，加你嘢曲係啊。可能真嘅當緊張嚇，希望大家唱歌嚇，安尼數徛咧輕鬆嘅，唔加兩支口徛咧唱起咁咋，係，記得係輕鬆啲嘅，輕鬆咧可能不用鬆咧，按就會吃嘅，好，加油，好，紫色，嚟看一下大家分數，好，看一下要咁多嘅分數。危險咯2分咯，就是1分點應該還好，應該會做得啦。哎呦，冇，呢個全部都會衝哦。哎呦，怕有平分呢？對，有平分呢。好啦，先做一遍當好，謝謝，也可以哈。好啦，撒下來，嘿，總免費帶來平白。來，睇下啦。唱。
免飞机。哎呀，很强，根本是水风色咧。对啊对啊，系啊。佢佢客家人嘛。客家人。但是佢家本咧嘅好容易，冇只講客家話。係，對，所以講好咯。對啊，唱嘅歌對人來講都較辛苦啲啦。較辛苦啲，我記配嘅歌詞。對啊。咬絲歌唔爭啦。哦。後擺先生會講嗌咬絲無爭啦，所以嗌規希望嗌都去個見寫、見讀。見練習，見講，啊講啊句順嚟，咱要唱。你下講清流利啊，客家話。係咩？講以後佢都夾嘅南部客嘅口音嘛。南西煙。係啊，唔講，唔帶個美濃係山腳下，係個吟詩山腳下啊。吟詩？嗌媽唔啲啊，太武山嘛，就是月光山下，月光山，月光山係啲山背嗰邊咧。啊，錯。係啊，哦，另外一片葉啊。哦，好，因為唔帶美濃有啲吟詩山唔對啊。吟詩山，嗌唔對哦。啊，總政府唔對嘛。啊對。哦，總政府當方嘅都係吟詩山啊。啊，跟山有係乜嘅貼片嘅嘛。啊。南部的那個民警就出嚟。就啲美濃，你講到吟詩山，冇咗總政府全部人都啲啊。哦。係啊，新北市個數啦，新北市個數啊，觀音山他數啊，總火用火唔鬆啊，清楚啊，哦，我全台灣的路哦，走槍哦，走偏啊哦，總火用我三唔清楚，正經誒，哦，個路很亂，係就帶個總火，真的哈，唔知係三唔清楚啊，唔會哦，唔會啊，晏做的，好啦，嚇，安尼慢慢地學啦。啊，相信一天會越來越進步。累積。哦，而家我去個創啊，會錄入去來聽下糖啦。糖有爭冇？糖有爭冇？但是一創啊，又冇乜爭嘅啦。哦，天天嚟啦。係啊，佢唔知啊糖嘅以後，那糖我哪本嘅呢糖嘅客家話較厲害啊，但是有啦，先生有講，但是我去個音樂一出來哈，又被音樂綁起嘅。哦。好啦，重提唐先生講唱幾句先生。好，誒，咩 V 小姐佢俾帶來一個平板，其實講平板嘅強弱來講，其實有爭。有爭。啊，一個強老遠就有爭，但是可能就家下呢，阿峰哥講嘅，給男朋友。在咬絲方面就有少可以是的，好，比如講，就講，其實佢俾唱嘅歌都係愛寫歌嘅，所以我自己本身對阿歌一定會相當了解嘛，哦，辦了愛章，冇講辦了愛冇愛，愛那章啊，愛，好冇用華語呢，華語嗱，嗬，同佢唱一邊，就變嚟講，愛就變嚟愛起嚟，也係一個問題。還有那個有限時節，節就可能唔是節啦，你嘛就唔是去加個喜事也得拉事，按加落去點都歸屬嘅歌堂嘢就怪怪樣嘅嗬。有限了事那節啦。還有前面一個無偏無通嘅也得通時通啊，咁就好咧，嗬，咩唔是講去加多，嗬，別你講，去加嘅多，喺加落爭都冇上嘅，喺加落唔爭就會到時候就會廢。所以我講過，其實基本嘅唱腔有爭，但是自家嘅韻腳冇做正，也就可以鍛鍊啦，嗬，繼續加油嚇，加油！好，恭喜你啊，先生。好，來看下個分數。睇下總命第一個分數。用反應啊！有平分了，全部先生講好嘅，全部都9.5啊，連續3遍了。全部冇喺國體就出嚟。係啊，連續3遍，佢種全新嘅樣板啊。傾硬唔掉，頭擺肚多。係啊，等下就唱到嚟做飯俾佢啦。好，安尼先做邊到錯啦哈，安尼先下個就是9.5。沙下來。佢沙下來彭水峰先生嘅分數嗰個是比3比較高，佢等下做團嘅呢梁淑玉來編，哦，但是
我拄到讲3个评分，啊，都带要淘汰慢人。唔对啦，我们评审欣赏松露地啊。对，好嘞，沙下来也味咧。沙下来，彭水峰带来3个字。好嘞，等啦。開那花，橋打了橋那，上山那個水呀。你好，你有一道雜生意呢？兩隻生意呢？兩屆，唔係三屆出，三屆，講呢個多雜啲啲啊！年度啥樣樣？即刻都唔記得。多雜都冇講啊！係啊，哦，爆料�요。你今日冇係講有一道雜生意呢？係講木卡三雜，攞冇一道雜係唔知啊！林在義先生咪咁樣嘅。咩係啊？難怪身體係健康。健康嘅，所以講死啊！唔好啦，唔講事啦，唔講事啊！唔好用講，到份阿彌陀佛啦，因為講事。對，係啱有好，有拜有保庇啊，有修，有修。我人言如講，佢下佢過到成拜以後，咪佢水天河成日佢拉我講嘛。哦，啊兩個妹哈，加出去咧，但是加熱的時節啦，係咪土盡嚟了？帶筍嘅，帶筍子嚟出來不下料啊！係啊，你咪提講行嘛？會啊！我當日本錢本下生意咧，佢都唔係啊。佢冇日本冇拉到啦，冇拉到。見來見太保，你先會講嚟啊！好啦，倉隊嚟，黃先生講片。好，強英老師，英先生。好，潘太哥今日重改3個字哦，講食材，其實應該人民做到動醬，好，韓國應該上凍量，咁個呢，做得講嘅就係你係上吼，之前然後先生就講過吼，凍量凍台上，咁個樣板落去修進來吼，你就係可能你愛繼續比賽嘅時節做得做嘅功課，譬如講你嘅體日記吼，開發，你片應該數目就非常嘅好，好一般人從你片數嘅時候，可能還冇你嘅人面哦。好，所以你唔係用做出來，你自然衝出來，該就當好。好，韓國你嘅你係對用該帶入美術到動醬。好，對上流好，而數人咪些該唔是講話該稀有少上有數到醬。咁講呢，又就會說壓油，你只油吼，談起來嘅做得行樣上的愛上，可能會很下加分。人當講嘢上開在從係說當下人，要下到人，咁讓人鬧人，你就係愛上你做得從個很下好嘅你係空間，幫你參考一下去看。哦，師傅先生。哦，好的，佢廿個分數。好，看一下彭水峰嘅分數。62.5。
目前最高分啊，高分的哈，目前最高分的，恭喜恭喜，恭喜哦，冇問題，冇問題，係啊係啊，好，安尼唔好俾人淘汰啦，好，安這先，題目冇問題，什麼？哦，所以我家講嘅391.5，哦，點唔點用哦？用等一下欣賞就要博杯啦，哎，博杯一下，博杯是什麼？博杯，博杯呀，疊高啦，疊高啦，哎，好嘞，沙下來咧，你連續3禮拜嘅 V 面罩，梁淑英帶來老山歌，聽下啦。辛苦，路向树自由了。各位主持人，連續10禮拜 V 面罩哦，很厲害哦！一下get到其他沉水朋友看到問，唔係啊，唔會啦，睇其他都好朋友啊，唔係啊，唔會啊，唔會啦。有俾啲化妝間有講話有聊天嘛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哈，有哈，好聽啊，有啦，有啦。唔係。你知道嗎？挑撥人是啊，奇怪。對，睇自家都感情啊，戰友啦。戰友，對呀，是他家自家實力。互相鼓勵啦。對呀，哦，那個仲要像我分數較好的位，像我初中裡面自家都係拼的位啊，很認真的位啊。直接練習咯。對哦。經常講會發糖哦。哦，係啊。你同學哋分享一般去花蓮比賽嘅故事係啊，參加比賽，按樣辦。因為我上班嘅關係啊，我上容易聊容易啦。用我按好，上乜嘅辦？嘅時間較長。工業片嘅人，我哋拉街工人去台地上按嘢辦。嚇？從我經驗未上班，我參加咗比賽。係哦。那哋夫妻工業去。工業去啊。還有他是動手出去撩妹。哦。我上次去比賽有下人嘅地方。還是話。但同我家用窮下去，依家下街婆婆啦，我老公講，趁着他失智症，還忙動音蟲嘅下，突然去撩按油耗，嘿，又去個國信鄉，又去個花蓮玉里，帶段演戲啊，去個玉里是去3日啦，比賽比1日，佢幾人戲有印象冇？佢哋冇乜嘅印象，冇印象冇咧，佢比賽嗰日啦。我床貼，我老公就同我講，佢嘅鋼啊唔見體咧。哇！鋼假牙，鋼啊唔見體咧。還是講唔是鋼啦，可能就改民宿改到啦。因為佢大家全部都愛拆
长牙齿、长牙齿。对对对对。咁個解是表示講佢嘅失智症有可能嚴重咧。哦，很嚴重一些，對對對對，係啊。你很嚴重，係什麼突擊啊？哦，所以後來有潛到嘛？有啊。有啊，就變到民宿嘅啦。你不會讀哦，唔記得。拆下嚟啲抽牙齒啊。啊，拆下來就唔記得總專業。對對，我媽媽之前咪撞過啊。因為掉剝下嚟，抽到人掉上嚟。對，後來一下磨一下用個植牙，其實唔是很麻煩。係啊，唔是很麻煩。對啊對啊。好啦，阿莊太嚟嚇。莊太。係啦，好，看基本應用版啦，嚟唐先生公平。在意欣賞公平嚇。人講嘅調調啊，調調，有經驗嘅調馬，你用版權就還會照顧調子。係談嘅什麼？意思係經過以前嘅嗰種嘅經驗，比賽過嘅嗰種經驗，嚟到咧現場去，佢唔會緊張，各方面都拉到清好，所以講咧，用版權就係適用到嘅啦。但係我講嘅意思係，以後還動到強勢會變得上。所以呢，還係要注意。你記唔記從我哋老神歌可以講靠拳靠點。牛韻腳是啲就各方面都當正，尤其係啲車奇怪先生嘅歌詞真緊，加個韻腳嘅韻味本人唱，三太跳都可以唱，唔係單唱老山歌。你唱七雜詩地位，特樣都可以唱。所以我當披風，我看一下車奇怪先生嘅啲歌詞非常嘅好。我哋兩注意嚇，貢獻嘅非常嘅大，真係。你按表現出嚟嘅話，本家就講哇，你真嘅你寫啲歌詞，本來你唱喺很爽啦，有冇？有咁講話？有。他預備當到強勢嚟啊，一定要注意啊，謝謝。什麼先生？好，謝謝好。有看本書嚟對吧？看本書以前可以先唱嘅，基本以清國款咧，先出嚟。彭水峰先生嚟到舞台當中。聽下嚟看本書。好，然後就嚟編一下咯，咁多帶兩位賣呢成績較好，較好嘅做初衷，避免再係暴力。來，唔錯，看梁松陽嘅本書。唱版本啊！哇，你那個原唱怪物合唱，對呀，這個真的太難，兩個都不是人了。看梁松陽嘅本書。什麼先生？95分啊！95分，恭喜松陽！恭喜松陽姐！係，安尼都會有請安尼。繼續抽安尼嘅衛冕炸嘅寶位啊！好啦，抽上衛冕炸寶位，連續第4個禮拜咯！恭喜松陽！好，首先水風睇過哈，再繼續嚟編啦，好唔好？抽有想要抽上去嘛？有啊，董上會抽呢。再繼續編哈，再邊當抽。好，家下係講嘅都係一種情形。3位嘅分數啊，平分，我用嘅，就冇辦法淘汰啊。你嘅評審先生嗬，結聽嗬，全部都留下來，繼續編你的。火星來的啦，火星來咗，就希望啊那個3位參賽朋友繼續留下來，下禮拜再過來編，好唔好？好不好？好，加油加油！鬧熱音樂會，安尼節目雖然係歌唱比賽節目，有上時要唱到當到安尼參賽者要唱到當好，但是就較無一天啦，有啲會唱到當好，有啲會唱到較無咁優秀對位。但是一個單元就會邀請到非常專業嘅歌手來唱歌俾大家聽。然後見到來賓千厲害哦，見唔係客家人，幾原住民哦，唔過佢會唱青島好客家歌曲。係咯，都唔講見咩客家人，見咩人？咩啊？見原住民？咩人啊？誒，咩神？
哦，原住民的朋友。哎呦，安尼等下好好的谈起，来谈起好好的开讲了啊咧哦。大家注意下。根本呢，佢出一个专辑，单曲，新嘅方言嘅单曲，单曲 CD 哈，系啊，来呈现一条荷塘的歌本大家谈。好，来有请一位。原名美声以凡。来。想起的都全是你，睁开双眼的他，眼泪提醒的多么清晰，说我们的默契，爱却不曾提起，你对他的关心收藏在我眼里，不必再操心了，不必再烦心，没有关系。离开你的视线，不再放感情，虽然有些刻意，心多纠结，不想要与他分离。你是否有勇气面对另一段记忆？你的心里是否住着一个未知者？说抱着遗憾错过的人难割舍，盼望着某年某月某日某天某个场合，若他会出现在你身边，陪你度过余生，值不值得？不必再操心了，不必再烦心，没有关系。避开你的视线，不再放感情，我相信我可以。心多纠结，不想要与他分离。你是否有勇气面对另一个自己？你的心里是否住着一个未知者？说抱着遗憾错过的人难割舍，盼望着某年某月某日某天某个场合，若他会出现在你身边，陪你度过余生，值不值得？这对你来说或许没什么不同，又回到了那平行时空，破碎的心该如何忘记回忆？你的心里是否住着一个未知者？说抱着遗憾错过的人难割舍，盼望着某年某月某日某天某个场合，若他会出现在你身边，陪你度过余生，值不值得？在某时某刻某处，他会等着你的。哇，这个对对对，太厉害了！
不要这样。男生版的行动 CD 就还有郑天林俊杰嘛，女生版的行动 CD 就是一凡。因为毕竟今天有4位评审老师在我面前，他们好严肃，那突然就觉得好可怕哦。我要很认真唱。你是歌手哎，你对啊，你歌手最讨厌比赛啦。我们没有在比赛啊，而且那个叶嘉修老师表情都好严肃，真的，他难得听到这么陶醉。真的专业的老师坐在前面，那真的很压力很恐怖。压力青苔哦，哇，欢迎一凡，大家好，女生版的行动 CD 真的是要拜一下，这个要拜。没有拜没啦，不要拜，来，跟着这个一起拜一下。哎，出道到现在多久了啊？03年出道的，03，哎呦，跟我们节目的时间是差不多的。我们节目成立的时候也是03年7月1号。真的，童星都出来了。童星，微2年。对啊，新单曲。这一张新单曲叫什么？他未知者。这首歌你自己创作的吗？没有，这首歌不是我自己创作的。这首歌其实就是因为我大部分唱的都是情歌为主，然后都讲一些感情受创的。因为现在这个年代，其实蛮多人都是曾经受过很多的伤害。那未知者为什么要这样说？我都是伤害人家。不要这样。就在感情当中，我们都会希望是对方的唯一。可是有的时候，因为你之前受过的伤害，你就会开始就是没有安全感，然后不信任对方，然后就开始怀疑，可能没有这个未知者，都变成说你自己怀疑出来的，疑心生暗鬼。对，所以这个未知者可能是真的有这个人出现，也或许是没有，是你自己的幻想害了你自己。对，好棒。这种都是在电台访问的时候比较会讲这种东西。我讲太多了，不然你想听些什么呢？电视基本上都会剪掉。太认真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介绍的很好。是，不真的好，这是一首好歌啦。对啊，是一首好歌，暌违2年呢。对，好不好？哈，安尼客家乡亲朋友，大家多多支持一下。有没有说搬在客家人呢啊？没吼。什么？你们以为我听是半个客家人吗？后来我爸爸跟我讲说，我妈妈应该说我外婆的妈妈好像有客家的血统。都有套到就对了。对，好像有原客一家亲。对。可能当时住山上，然后没事跑下来想要回去，然后就不小心下来买东西。对，跟客家人就不小心对啊，就认识了交朋友。可能你不要乱讲话，那个解释很累。来客家电视台，一听到待了一条客家歌啊，对吗？所以这位老师帮你选了吗？该歌？其实他帮我选的，听了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好，因为我不用讲的，我知道用唱。要卖一下关子。听到先弹给唱出来，等下有时间再看给大字报。看我的大字报，看你们会不会唱。其实你大字报，我好像默默的有看到一些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。你看符咒之类的。哎呦，来唐宽要去敌流。唔可以客家话又唔可以客家歌，尽量版嚟展现客家歌曲。来，一凡带来后堂嘅客家歌来。离开个世界老佛掉的巴啦啦巴巴，莫讲话跳公干爱做上，给掉公个给法。你从不一尊做手法，丢吧一条吧，从故事来爱做盘紧张，半夜3点始终给抵达，我爱心眼，无奈有个一样，我主把可以空中问天公，相爱便会过意，爱轻也3天爱天黑，故所来骗自家，我一呀都来爱梦都。一种容易给誓言一样无处言退，都白过了，爱就去讲了，该强冲了一个 ，and never see you again。巴啦啦巴巴，离开一个世界老佛掉的巴啦啦巴巴，莫讲话跳公干爱
重重，假條公路嘅花，有啲從不易盡做想法，就把你就吧，從不信來浪愛，做看情長，但一三點是凍嘅地帶，我愛信仰，無奈如果一樣，無助把開空充滿天光，相愛別開過去，愛一剎天，愛天黑，故所來變幾個，我一樣樣都愛埋夢中。一種容易嘅誓言一樣無處言退，都白過了，愛就足夠，愛將終老一個。世界分分秒秒都聽到快樂嘅快意嘅流動記憶，看着你離開愛嘅世界，從來冇起點，朋友冇起點，你懂我嘅反應，記憶的深度，要把嘅一切就碰風帶走，未來嘅散發。從來揾到那個嘅感覺嘅花。一種容易嘅誓言一樣無處言退，就白過了，愛就足夠，愛將終老一個。一種容易嘅誓言一樣無處言退，就白過了。就足夠了，愛將終老一個。I never see you again。終於唱完了！哇哇！你有沒有偷兩條狗？還可以嗎？還可以找苦吃。對啊，流好多。不是你朋友，真的是。你真的害死我了。太迷了，真的。啱啱哎呦，我自家都唔沖兩條狗嘅咧，太難沖了呀！哦。對，不過沒有。哎，哲偉一定是相信你可以達到。對，他想讓你展，他想讓我難看。羅哥最多沒有怎麼真的沒有難看這件事，不然你們倆 battle。不用，是不用啊，我輸了，不用這樣，因為這真的太難，這首歌真的。真的，那時候定 key 有點太高了，不好意思。不是啊，你那時候選了以後，你真的是怪物。真的，你那時候選的時候選到，你為什麼不想說哦放棄？對啊，我來選一首講給你頭髮，這個不是很簡單嗎？我跟你講，因為哲偉他就想說，你看之前我就學的是抒情歌曲，比如說法舒哈，然後他就說你要不要來一點不一樣的節奏的歌曲，然後我就說我這樣講也對啊，不然每次都這樣是該慢慢的有一點點的進步一下，但結果沒想到我後來因為我自己先偷練的前面，我想說應該還可以啊，我覺得這個 grooving 聽起來我也覺得很舒服，歌要聽完，然後對我就一直沒聽到後面嘛。攝影大哥麻煩照一下哈，手寫幾個他的那個注音哎，來看一下，開，羅哥你念，你念看看，我有寫對嗎？這個是什麼？開呀，開嘅世界，老佛嗲片，哎，這還對，好來，莫個瓦條，共講愛匆匆。抽鬆，作者也不會，不是你的歌嗎？哎，你不知道多厲害啊！我看他的那個，他還有一個天書稿，你知道嗎？我看到我把我自己本來歌詞忘記了。這首歌被你唱完以後，我真的會忘記他唱的東西。真的哈，好，你們兩個可以合唱嗎？我想要聽一段呢。來一下，好不好？
第二遍开始，第二遍好吧？要不要你歌词？用最快的那个地方是。你要看歌词吗？不用了啊。不用，我看了他的歌词，我忘了怎么唱了。音乐有音乐，咿呀有咿呀，这都是缘分分秒秒都听到，快樂嘅歡喜嘅樂到記憶，人哋你離開愛嘅世界，從來冇見的，沒有唔見的，你講過嘅反應已經定心頭，把嘅一切就無風帶走，你兩個身旁。原唱怪物合唱，对呀，这歌真的太难了，两个都不是人了，都已经神了，神级人物。怎么那么会写啊？这歌又好听又难唱，真的。下次我可以写一个比我这再高一 key 的给你唱，是不用了，我不要，他会得金曲奖。对不对？因为你是那个金曲歌后，所以我不能把你的歌唱坏。没有，你唱的比我还好。我真的压力很大，而且再加上那个客家老师，非常严厉。讲到客家老师，你跟他应该有合作过很多东西吧？合作过很多啊。你们两个就带来一首好听的歌，好，我们这个弹一下。先不讲歌名哦。嘿哦，好吧，糖类就底。好，卖个关子。糖出底，懂后糖，真的。国家讲天南地北，无讲国嘅法。约拜在台中做发通，读斗记，因为他人很好，经纪人说，哲伟哥，那我们就一起回台北吧，我们保姆车很大，车子很大，姑娘她就在，我们男生她就小女孩，就一上车就到椅子最后面，可是没有什么好看的，没有啦。松家树中国公园海里风，韩国天桥就看见一条路，来来去去的脚印，头上一幅幅贴图。穿过的路弯弯，上去东面离家的情感，熟识的书包阿姨，走遍成上分的。隔壁邻舍，国家讲天南地北，无讲国嘅法。国家俩只能看上边一家门一家，国家老头摆嘅一家讲法。都爱转移过去的我风又轻轻吹起，吹动着青草地。那是我温暖的家，我家在哪里？穿过的路弯弯，想起当年离家的一家，熟识的书包阿姨，
就变成三分的告别离散。国家讲天南地北，无讲国家法，国家掠一年空上变一家门一家，国家老头大家一家，讲法国家突然转去过去的无卡。一路航过风雨，一生把的两语，丢丢踏踏，酸甜苦海，人生的旅程，始终无解。这个路弯弯。相遇当年，离家的情家，来来去去的脚印，踏上一幅幅地图。哇，琴瑟和鸣。还好不是禽兽而已。如果我跟他唱就禽兽了。不会，怎么可能？不会啦！天哪！哎呦，这条钱可以团太厉害了，很厉害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厉害！我们节录，我贝基啊，要唱山歌啊。哎，你的那一段真的吓死人了！你刚刚的把灯关上已经吓死你了。对啊，亚团个。对啊，这是你在加的吗？还是？本来就在，因为国家梁树歌 Q 不但唔咩嚟唱，它本来是很简单很轻松。去年因为梁树歌 Q 我想讲，我参加一个比赛，我踢败比安尼客家歌，就像我请原住民的朋友，我想要用其原住民的唱法还有嗓，其实客家也没共用啦，客家山歌就是三条对三条唱歌嘛，我想讲，原住民用他的唱法加进来，然后条前边。山歌哦，这个标国家艺术歌曲。但是你唱出来有点像原住民，有点像那少数民族，怎么那么厉害？还有那种抖音，就是我要逼他，他又逼我，然后因为中间其实那有一句很长，对，就也不容易唱。你现场唱歌，听你唱歌哦，真的会爱上你。对呀，所以好迷人。所以他下现场唱歌，你就不会爱他。就所以罗哥刚刚都闭着眼睛，可能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你应该 man 的哦，因为你跟吉娜合作过，以后应该都很好。哎，什么意思？这个我有误会什么吗？选择性不大了。喂，我也是很有市场的，真的。对，他其他都讲来不给他讲呢。哦，不给他抽，不给他抽，因为他讲。天不要你这边好显瘦，真的。欢迎常常尽量在那好朋友。可以，我好朋友。因为好朋友啦，像这个老模样。以前 NDD 创 pub 的时间，我们就老板就因为我们太熟了，因为我们就有男女对唱的班。认识大概多久了？哎，会不会比我们还久？没有，你们比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没有，你们比较。我们那时候同班同学發片的時候，記住有一擺啲台中做發通，督導機。哦，差不多，對，差不多。記住，他很好笑，他就是那時候還小女生，發第一張叫吉瓦斯杜蘭，勇闖天涯。對，我想說這小女生也太嗨了吧！她因為她人很好，經紀人說，哲偉哥，那我們就一起回台北吧。我們辦公室很大，車子很大。姑娘她就在，我們男生她就小女孩，一上車就到椅子最後面。可是沒有什麼好，沒有啦，沒有啦，做好安全，有做好，有遮啦，有遮，她很自在。對，給兩省就想說，這個小女生實在是很好相處。可是那時候老師笑很大聲，然後孔鏘老師也在車上。
然后盖用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有很奇怪，就变好朋友，常常私底下聊天，然后他带我们就一起去主妇之店，盖用时也怕唱歌哎，等候生啊有场时会捉弄他，比如说我就跟乐队老师讲好说，哎。等一下，唱那个是什么歌？那次对的人，对的人，对的人，那种夯，我很高嘛，很高哎。跟老师讲说，哎，乱开 key 给他 any key， 结果他真的台上不知道。不是因为我唱第一句想说奇怪，怎么那么高啊？然后我就没想到，我就继续对的人还给你 any key， 你也是飙上去吗？没有，就破音啊。然后朋友说，我就转头骂老师，然后我就在旁边鼓励他，下面西洋 key 啊，我就鼓励他，我说，哎，你唱的很棒，你一定上得去。他就是破音，可是他要感谢我。因为那次破音，他得到一个很棒的工作机会，真的。就刚好有个总裁就说你破音都能唱厉害，好了，你就是来我们表演或什么之类的。对，他就是新加坡还是哪里，对不对？上海，你也有，对，也是带着我去啦。哦，然后因为这样，上海啊，因祸得福，居然有人因为破音得到工作。哎，两位这个唱的这么好，这么琴瑟和鸣，这个前辈叶老师，严肃的家修老师，超严肃的。因为叶老师以前他也常常做男女对唱，比如周秉钧、杨海威，对，哎，觉得两位合唱的有感动啊。哦，应该强度问题哦，强度，对啊，我想我那个朋友的山猫，他的那个他生的这个跟你爸同辈的，对呀，这个小山猫怎么那么厉害？这样，对呀，好，而且现在那种就一点。轻某更难，因为他连破音都好听。对，他那个三根有一点点小破。有一点。那个你不要说我没有评审的资历哦。我故意用那个破过去。对他破得很漂亮，然后那个三哥就觉得那个听起来就像那个对面山头的欧巴桑在。欧巴桑，为什么是欧巴桑？就采完茶了以后很累，然后嗓子破还是很好听的意思啊，对。谢谢老师。就是唱的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唱的很，冲得清哦，浑然天成哦，太完整哦，太完整绝对不好听，一定就要那个一点点破瑕疵美，证明你是没有对嘴。对，清哦好听哦，真的没话讲，真的是，果然就是三猫音嘿，三猫音，三母猫，母三猫啦，三母猫，我还以为它叫 Sam 嘞，Sam，哎呀，谢谢两位，真的，谢谢你。大鹏其中的艺术的啲唱歌，啲在舞台正嘅，哎，观众朋友啊，接下来必须要想显瘦的也可以来看，欢迎大家，欢迎。这样啦，最后哈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就歌迷的要求。歌迷哦，之前那个一个连续剧主题曲啊，我的8年前那首歌，哎呦，抛阿翔，抛阿翔，泪崩了，好，大家耳福啦啊！来，弹过来一条歌，欠我的，你千万别储存太深刻，教训和挫折，嫌弃放我这。有天时间吃掉那些不快乐，我会写信让你知道我好了。再僵持着何苦呢？爱不是一个恨字能打平的，水深火热何必呢？伤气只一个痛字能摆平的。谁到退秒的心懵了，给的再多再没全假的，是真与纷争把距离步分割，剩下两个失去灵魂的空壳。真的爱不会为谁到退秒的梦塌了，哭得再惨再痛没用的，感情的残值在寂寞河流飘着，别去打扰曾经的契合。
倔强着，眼泪不会让爱回流的，饶了自己，别和永恒瞎扯。泪崩了，爱不会为谁倒退一秒的，心闷了，给的再多再没选假的，是真与纷争把距离步步分割，剩下2个失去灵魂的空壳。爱不会为谁倒退一秒的，哭的再惨再痛没用的，感情的残值在寂寞河流飘着，别去打扰曾经的契合。幸福飞了，就